学业，有谢天，有淡薄时间啊，应该无真侪时间通报告啊，报告上这个时间来做请咱来报告。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也真感谢这机会，咱分享这个全面台语圣经所做的时间。用英国书甲讲，多行肉体就是咱信仰的基础。啊，全面台语圣经就是咱这个多行肉体的信仰的实践。啊，我做上年教会的中期20年的中间，上烦恼的就是从大事会的时阵，就爱读圣经。当时我也袂晓读字，牧师讲你着用中文的圣经读到台语，去到影咧，读到拄着我们的上帝，丰美阮的上帝。读到下届时阵发觉讲，实在用唔对，爱咱的上帝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遮困扰。所以我学了标字了，我开始甲信望的人山，有台语信望的即个人山开始对即个着手，怎要互咱台湾人有咱家己台湾的台语的圣经，有咱主体性的圣经，拜托讲一直用这标字圣经，这面顶明明写讲迄是下门话圣经，咱一直甲当作台湾的圣经，大家拢讲怪。有一个40几岁，迄个吴益清牧师，看我去做这事，他讲你内底敢有悔改？我有是啊，咱就是要悔改哦。伊讲伊做牧师做遐久，伊无法度进天入天堂，因为大家的圣经内底无看伊悔改。大家较奇怪啊！你电话内恁若找有的时候，我送一个节目，因为下门话叫反悔，无悔改。在即个会议中间的无同，咱希望咱大家，尤其少年的这代，一定要有真清楚，咱读过会了解的圣经。所以萧天文牧师伊退休的时阵，伊甲我讲，伊做遐几牧师，一直拢从迄个下门话圣经去学习。伊退休的时阵，讲要来做即个甲下门话改做台语啦。我讲我已经做遮久啊，网络面咧做，我就是去开始。了后，迄个赖英强长老，伊对这事件比较重视，出钱出力，佫出意啊，讲就爱成立一个协会，来推广来做，所以真感谢上帝。伫即个安尼讲了后，顺势来成立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协会。咱的台南新行义的院长啊，不惊感觉讲，即个新行义需要甲即个来配合来合作。所以咱的迄个会址设置台南新行义，以后我真侪时间来继续听甲咱这个时间来共同来研究。即个150周年的个纪念，真感谢上帝，就是讲，咱已经有出一本新约故事篇纪念的汉罗版，佫带来即个月底出全罗版，10月24个版，伫咱在行的9月日会完成新有了的汉罗版的出版。请大家这是拄仔开始，毋是已经完全好势啊！希望大家来参与，大家来读，读了摕了意见，诚对这本圣经，诚对咱每一个人的圣经，每一个咱台湾人都欢喜读的圣经。真感谢做伫今年迄个关注吧，咱罗牧师去这世界台湾人协会的中间，我甲萧牧师有提起这个意见。讲了后，咱罗牧师就举手讲，伊个鼓励接纳就对啦。我坦诚一下我本来我唔爱着坦诚一下，伫大家伫倒时啊，大家努力时啊，有安尼有其他经验，其他囡仔，我感觉真好听，佫带来我继续大家来拍拼来努力所以我今仔日我这本要送互咱牧师啦，已经送了一本啦，这本就要送互咱教会啦大家来读，读了有意见出来这哪个经验是这个特别为着要教会我的人
并且出来完成地祝福咱以前所做的啦，也我祝福妈妈多谢。咱日通平平安安出去，带着伫遮所领受的感动，伫遮甲主三拄的快乐，互恁通出去，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拢通用光上帝利益来。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披戴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三甲披戴，对即点直到万世。阿门。